家好，我係白妹。英國全年有12個月，例話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、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都係冬季同埋雨季。冬令時間8點幾先天光，有3點幾就天黑，可以吸收維他命 D 嘅時間少之又少。而我就觀察到有呢幾種人：早起日理萬機型。呢類人一早起身，天都未光就要起身返工。點解倫敦嘅地鐵永遠都咁嘈啊？我個耳膜㗎！我查做嘢，打字，開會。好攰啊！依家幾點？天黑啦。結論，全日都冇見過個太陽。貓頭鷹型。呢類人做嘢做到4點幾、5點凌晨。終於瞓得。天黑啦！結論，佢哋全日都冇見過個太陽。而如果當日落雨嘅話，我個朝早同晏晝呢冇出現過喎。結論，全日都冇見過個太陽。所以結論就係唔理你係一個咩 type 嘅人，只要你稍有不慎，你嗰日就會全日都見唔到個太陽。2點半啦，趁有太陽嘅時候去散步先。換件衫就出門口。戴灰色定係啡色冷帽好呢？冇時間啦。拜，我收工啦。咁早就開工。冬天幾時先過？而5月到8月就將會進入全民為之瘋狂嘅夏季。英國嘅夏天8、9點先天黑，終於可以盡情吸收維他命 D。雖然都只係得19、20度，但係大家都已經背心短裙。阿婆我表示，雖然都想加入年輕嘅背心短裙系列，但係我都係要長衫、長褸、長褲。英國嘅夏天好迷人，但係呢個亦都係噩夢嘅開始，因為我同榮恩一樣都係 Why spiders? Why not butterflies? Why spiders? Why can't we follow the butterflies? 呢班有8隻腳嘅醜樣爬行生物，喂，真係失禮啊！佢哋一見個太陽出嚟，就會一齊加入呢個全民瘋狂，開始大肆進駐我屋企。我真乜事？打攪晒！呢度我地頭，我交租、交水費、交電費、交 WiFi， 全部都係我俾錢。你哋竟然開始侵佔我地頭？睇下先。OK， 原來蜘蛛唔中意 peppermint 味。我噴，嘻嘻，成間房都係 peppermint 味啦。爬上嚟先，弱雞，我冇怕你嘅。Why spiders? Why not butterfly? 以上就係我冬天同埋夏天會遇到嘅煩惱，唔知大家又過成點呢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